大家好啊！又嚟到呢一個週五直播室嘅時間啦。話咁快又一個禮拜啦。咁今日呢，換個環境同大家就做下啲分享啦咁樣。咁早咗返到屋企，咁喺屋企做呢一個週五直播室嘅節目。咁今日同樣會同大家分享3個主題嘅，咁就過往一個禮拜處理嘅 case 啦，有啲特別啲咁同大家講下咁樣。咁第一個呢，就係近排有個客人啦，就都係好朋友嚟嘅。咁佢去攀石唔小心就失足，咁扭親個膝頭哥，咁甚至乎扭斷咗嗰個十字韌帶。咁問題就嚟啦，十字韌帶扭斷咗，咁點算呢？就駁翻啦咁樣，駁翻係有呢一個手術可以做得嘅，就叫做十字韌帶重建術。咁喺佢決定需唔需要做呢個手術之前呢，其實就會考慮幾樣嘢嘅，因為實際上就算十字韌帶斷咗呢，我唔去做個手術去駁翻呢，其實都冇咩特別大問題嘅。但係可能長時間行路行得多嘅話呢，就會特別容易啲攰啦。又或者可能如果我想去做翻同樣強度嘅運動啦，繼續可能好似呢個朋友仔就繼續攀石啊，或者可能去跑步嘅話呢，咁就做會係好啲嘅，係啦。咁我哋做翻個重建。香港嚟講啦，如果係排公立醫院啦，我諗冇翻年半到2年呢，都排唔掂㗎啦。係啦，就輪唔到自己去做㗎啦。因為唔係嗰種叫做危及嗰個生命嘅事情啊嘛。咁其次呢，就係如果喺私家醫院度做呢，咁就換嚟嘅就係話要使錢啦。咁大概都係有限數啫，就10萬左右就可以做得到呢一個重建手術㗎啦。咁我呢一個客人佢就係有醫療保險嘅，甚至乎我同佢做嘅係一個組合式，即係話一個高端嘅醫療保障，再加一個基本嘅，咁兩樣嘢配合住呢，咁佢去就算去 claim 呢一個十字韌帶嘅重建手術呢，要使到成10萬蚊樓上都可以基本上100% claim 得晒㗎啦。咁佢就決定咗係要做呢個手術嘅。咁今日我想講嘅就唔係呢一個claim 醫保咁簡單，就係講緊話我如果要去做一啲手術或者住院係使到預期成10萬以上嘅，咁如果我要去睇完之後先再 claim 呢，咁其實係一筆唔細嘅數嚟㗎嘛，係嘛？就算碌卡嘅話都要找卡數㗎嘛。咁有冇啲辦法可以去揾保險公司直接幫手俾錢呢？咁有㗎。咁咁啱呢一個我嘅朋友仔佢嘅高端醫保係可以做呢一個代繳住院費用嘅申請㗎。咁要5個工作天係啦，入院前咁就去同宏利做到嗰個申請之後，就可以去有個代繳㗎啦。咁問題就嚟啦，咁啱我同呢一個診所呢，同呢一個客人佢揀嘅嗰間診所嘅醫生個溝通上面出現咗少少誤會，咁所以結果我哋去到真係要交嗰個申請嘅時候呢，係已經得返4個工作日㗎啦。咁冇辦法啦，係嘛？咁嗰陣時我仲記得係禮拜2嚟嘅。禮拜2嘅晚上，我哋去入嗰個 application 啦，結果真係我哋 Manulife 嘅理賠部嘅同事真係好幫手。大家估下用咗幾長時間呢？我哋就已經攞到 approval 係可以代繳個住院費用呢？答案係唔夠1日嘅，唔夠1日嘅，就禮拜2晚入嘅申請，跟住禮拜3下晝未夠6點呢，就已經有個 confirmation 就話呢呢一個叫做成個手術使大概10萬蚊，咁公司可以幫手俾住77000幾啦。咁因為高端醫保上面呢，有個自付費呢係22000幾，就客人要自己俾嘅。咁呢個冇辦法啦，就佢就入院嘅時候俾住先啦。但係可以有7萬幾蚊係宏利直接找數俾醫院呢，咁就呢度好幫輕到客人嘅，呢個真係。咁呢個非常之值得去同大家分享啦。如果你係手上面係揸緊一份叫做高端醫保嘅，真係可以去用呢一個嘅功能㗎。咁甚至乎好多agent 同事都未必知嘅添，或者可能未做過，咁就費事講。咁係
係啦，大家可能識得仲多添咁樣，係啦，多啲聽我講下啲分享咁。咁啊，再者分享多樣嘢就係團體醫保同埋個人醫保啦。咁近排又有一個 claim 入嚟咧，就話客人嚟緊又去醫院做一個手術。咁乜嘢手術都唔重要啦，但係佢去諗緊一樣嘢，就係話究竟 claim 自己份醫保先啦，定係公司份團體醫保先？咁過往咧，大家一直都會覺得，公司嗰份又唔係自己俾錢嘅，咁梗係 claim 咗公司嗰份先，再搞自己嗰份啦。咁可以咁樣去做嘅，但係我哋可能喺上面仲有多少少技巧咧，就可能令自己整體獲得嘅嗰個賠償咧會更加多添。咁乜嘢意思咧？嗱，我會咁樣去講啦。如果嗰一單嘅醫療費用住院或者手術啦，係純粹可以喺公司嗰份團體醫保嗰度 claim 得晒嘅話咧，係唔需要喐到自己份個人醫保嘅話咧，其實真係可以去 claim 咗公司先，跟住就唔去掂到自己份個人醫保，因為一般我哋自己啲醫保咧係會有嗰個叫做 no claim discount 或者 no claim bonus， 好似車保咁樣噶嘛，即係話過往我一段時間冇 claim 過佢，咁我就可以嚟緊嘅保費平啲啦。咁賣埋個廣告，話你嘅醫保咧係講緊可以最高有16% 嘅折扣啊，咁係唔少嘅喎，係嘛？咁如果呢個醫保年費係1萬蚊一年嘅話，咁就慳到1600蚊嘅啦。咁所以有公司醫保，梗係善用咗公司嗰份先啦。咁樣咁但係調翻轉啦，如果其實嗰一單嘅手術或者住院我預公司嗰度未必 cover 得晒嘅，其實點都要掂到自己份醫保嘅。反而咁樣可能調翻轉 claim 咧，對自己更加有好處喎。點解咧？我哋會見得到團體醫保咧，好多時公司嗰個 HR 或者admin team 去同大家去買嘅時候咧，都會有一項叫做 second claim bonus 㗎。乜嘢意思咧？就係話如果我 claim 公司呢份醫保之前，我 claim 咗其他嘅保險先，例如 claim 咗個人嘅保險先，又或者 claim 咗屋企人可以包到自己嘅嗰個保險先，都可以屬於係 second claim 去 claim 自己嗰份公司嘅團體醫保。咁樣嘅時候咧，係講緊按日咧去再俾一個incentive 㗎，即係再額外俾一筆現金㗎。咁譬如舉個例，我依家處理緊有個公司嘅客戶咧，佢哋個 second claim bonus 係講緊500蚊一日嘅。咁如果客人要住3日院咧，其實由於佢 claim 咗公司claim 咗自己嘅醫保先，跟住再將剩翻嘅 claim 公司嘅醫保咧，咁佢呢度因為成單嘅嗰個事件咧，佢除咗醫療費 claim 得翻嚟之外咧，咁佢另外再攞多1500蚊嘅現金。咁所以究竟 claim 自己份醫保先定係公司嗰份先咧？其實就會取決於呢度少少嘅技巧啦。咁大家唔識睇啲保障表係唔緊要嘅，因為有我啊嘛，或者有你哋本身好信賴嘅 agent 朋友啊嘛，咁真係唔好怕去問，即係自己冇時間睇或者唔習慣去睇咧，揾相關做開嘅專業人士幫手咧，其實就可以令自己 claim 得更加好啦。咁樣話咁快，原來剩翻分零鐘咯喎。咁第三樣要分享嘅咧，亦都唔需要太詳細去多講得太多1分鐘都講得晒㗎啦，就係呢一個扣稅年金嘅最後召集啦。咁扣稅嘅可扣稅自願性強積金供款咧已經搞唔切㗎啦，20號啦今日。咁所以大家如果真係發覺自己係可以扣稅，係啦扣到，因為咧如果譬如買個6萬蚊嘅年金咧，一年可以扣到10200蚊稅嘅，咁係非常之唔細嘅一筆數嚟嘅。咁俾政府好過，唔係擺自己度好過俾政府啦嘛，係咪先？咁你儲起嘅年金就係自己噶嘛。咁如果仲未去了解究竟扣稅可以點樣扣，同埋或者自己嗰個交稅嗰度實際可以扣到幾多咧？咁就係時候問下，係啦，問下我啦，係啦。咁最後就10秒鐘咯喎。咁下個星期五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其他嘅
得意嘅嘢啦。咁下個禮拜再見啦〜